首歌，我可能要挑戰幾次，所以我要播俾大家睇。呢一首歌係我先做到。幾時人？搞緊嘢，緊闖翻地玩啦！有啲噪音可能係會發生嘅，因為我英文版、中文版兩個都發晒去啦，一時中英，一時英，好嘛？看看舞曲就係 can， 我贏到㗎 ，I can win。小星星變演奏，好難 ，very hard。嗱，就係咁樣，我除咗一套去，呢個套係防止跌落地下爛，我除咗佢，咁就容易玩。收聲，收聲。OK， 我哋可以繼續。落10粒燈已經好好噶啦，哇，1粒星就。What the？ チーム仲間に嫌われやすい行動4選。開始早々ユニットを召喚し。相信都好好噶啦。唔得嘅咩？好啊！8%，邊有人咁渣㗎？我知道啦，第一順入邊目標3粒星。
56，我唔記得刷刷刷刷刷刷，我刷刷刷，哈哈哈，成了！加上昨晚的离线收益，直接起飞！朋友们，这游戏不仅刷爽爽，离线收益也是爽爽赚。看，睡觉起来就有这么多武器召唤券啦，随手轻轻一点，心心念念的武器到手啦！离线挂机除了有武器召唤券，更能获得大量升级材料。无论在线刷图还是离线挂机，多种获得资源的方法。想轻松玩游戏，就来风之谷放置冒险记。得啦，唔好嘈啦，公司冒險記，你令到我記得一清二楚啦，感激不嚟啊！哇！唔好話出口先啊，對唔住啊，冇啊，因為我冇得揀啊，好難玩。應該仲要加快打個人嚟咯，絕對。我唔會玩嘅，因為我一定會輸嘅。係啊，好奇啊！但佢識得你。好大！佢哋先係。有口水，講嘢有口水。係咪好耐冇拍 New World 嘅片啊？我好耐，因為我有時，因為我啱啱新驚咗呢部，我而家 check 緊點 check 好慢嘅。同埋我又有個故事要整，故事可能遲啲先有啊。New World Game 有一啲嘢，我可能遲啲會播一個冷知識，因為我有好多冷知識，但係我冇講。因為好快，因為 Mini World 係佔我部 iPad 嘅遊戲最多係9 G 啊 ，G 啊，或者 MB 嗰啲啊，B 嗰啲啊，係 G 嚟嘅，G 係極多啊。
難，呢個位好難。我以前揾到個 can 㗎，但係而家冇咗，咪要屈啊！我冇理由輸啊！算啦。呢個困難，但係呢大戰都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。如果你想呢一度彈嘅，想叫我彈嘅呢邊首歌都得㗎，你哋揀啦，揀完話俾我知啊，我會俾錢買首歌。嗱，你唔好叫埋我買嗰啲要星星解鎖嗰啲啊，我解鎖唔到㗎。留言嗰度話俾我知啊，下次再見，唔好，我俾埋你，反正有時間。面對話嗱，Roblox有 Roblox 新 game 嚟啊。面對會入去先啊。你係咪可唔可以？我想要50個人訂閱，咁我就可以出一個直播，即係我所有牌就合體過晒啦。地喺度玩緊機，呢啲係我整嘅 game。我叫小丁丁同美美啊。呢個新嘅玩法，呢啲整緊，呢啲全部已經上載咗啦。加好友就自己加啦。我係冇面鬼，但係而家其實係有面鬼。新飛出啊！咁傳到俾呢度所有人先。恭喜！耶！唔係冇面鬼啊！喂，玩下我啊！